一壺茶9.9蚊，一碟蝦39，撈埋一齊。出邊啲茶樓竟然夠膽賣到99，真係離晒大譜啊！今日我就踢爆呢個配方，教你屋企整呢個廣味功夫菜茶香蝦。先準備一啲鐵觀音茶葉，然後用900度嘅滾水泡一泡佢，跟住就處理下啲蝦，斜刀剪開佢隻頭，然後擠出佢個內臟。中意食蝦屎嘅朋友就唔使掹蝦線啦。然之後剪乾淨啲手手腳腳，死起身就唔篤嘴啦。跟住每個蝦背嚟一刀，入味又好睇。冚唪唥搞掂之後，倒入盤入邊，將攤到嘅茶水倒入去，2羹鹽，1殼料酒，醃佢20分鐘。趁呢個時間，我哋再嚟搞個料汁，生抽、白糖、雞精，再加啲茶水撈勻佢，然之後將啲茶葉撈出嚟，吸乾水分。蝦都一樣要吸乾水分，如果唔係炸到你周身油啊！搞咗咁耐，終於進入正題啦，先將啲茶葉炸大佢先，炸到個波波脆就可以撈出嚟備用啦。然之後再將啲油升高到180度，將啲蝦冚唪唥倒入去炸透佢，全程大火，大概1分鐘就 OK 噶啦。跟住起鑊爆香啲料頭，然之後將啲蝦倒落去，跟住轉翻大火將啲料汁倒落去，記住係少量多次。倒晒啲汁之後呢，就將茶葉再倒翻落去一齊翻炒，炒到佢99、84下，最後揼少啲椒鹽粉落去，兜佢兩嘢就可以出鑊啦。哇！又慳咗99蚊，茶嘅清香加埋啲蝦嘅鮮甜，真係冇得等啊！完美結合，掂！